趙俊成。為何你卻願再相隨？為何面對又平淡似水？問如何下去？為何猜不對？愛其實最愛只有誰 ？Hello， 大家好，我係趙俊成，真係吹口哨。評判叫你唔好再吹啊！多謝。好，接住落嚟，我哋有單邀晴。我哋有曹越。情人如醉翻起愛情夢。大家好，我係曹越。Thank you，唔該晒。接住落嚟，我哋有黃鄭俊仁。改變常改變。風雨前記得不變，令你我相對中破煙，令你我相看苦笑，心中作戰。大家好，我係黃鄭俊仁。係啦，接住落嚟咧，我哋有咧上一 round 最高分嘅6位稍後時間都會逐一同大家舞台上面唱歌嘅。呢個時候一次過請晒你出嚟啦，包括有李金海、陳子瑩、林亮、張雨晨、詹士登京以及黃芳。喺舞台上面我哋有中年好先生嘅濕香。好，成員3位咧，我哋見到朋友一次過影翻張大合照。因為前面嘅朋友咧，首先排一排低少少啊，一齊影翻張相嘅喎。咁咁多位高成一齊影翻張相俾幾位朋友。好咁啊！嗱，前面中間朋友將啲牌可以放低先，我哋影相。好，唔該晒。好，大家拍埋啲眼睛俾我啦，要行埋少少啦。好，咁多位一齊望望大會攝影我哋正中間。好。好，跟住都係前面嘅朋友影相嘅。好，繼續落嚟後面嘅記者朋友。我覺得前面嘅朋友影完就放低，我哋俾後面嘅朋友影相啦。OK， 好，唔該晒咁多位。不如咁啊，我哋咁多位嘅朋友仔，你哋逐一再自我介紹一下，introduce yourself。不如講下嚟緊聽晚嘅賽事，你哋會同星夢呢位朋友一齊合作啦，即係講簡單啲嘅喎。好，聽你講先。大家好，我係俊成。咁我嚟緊聽晚咧係會同阿 Shannon 一齊唱一首《你最珍貴》。係，咁大家到時留意住啦喎，究竟點樣珍貴法？佢嚇，即係大家要呢個年齡差咁大嘅一個合唱。你要好好珍惜啊！呢個機會唔係我有㗎。跟住落嚟啦，見唔見咧？係啦。Hello， 我係李晴。喺啱啱對上一個禮拜咧，我係應該唱咗林子祥嘅《人海中一個》一首慢歌嚟嘅。咁嚟緊咧，聽晚咧，我知道咧，我係嚟自我哋快歌嘅。係啦，係唱一首妹姐同埋哥哥好經典嘅一首歌。一幫我傳達啦，我同Steven大家合作嘅。好，大家要留意住啦。好，接住落嚟，曹越。大家好，我係曹越。Hello， 大家好。今晚咧，大家記得一定要收睇呢個中年好聲音3啊，因為我係同星夢嘅 Winnie 一齊合唱嘅。Winnie，佢係一個好努力嘅小妹妹啦，佢唱歌跳舞真係非常好啊。咁聽日咧，我哋會唱《我不離開》，睇下我
啲會用嚟開嘅喎。話你講呢啲嘢，不過有樣嘢想講嘅，呢度咁多位年齡咧，超過50歲，個個都係好努力嘅，亦都掌聲咁多位啊！好，跟住落嚟啦，我先開咗。大家好，我係 Rex 鄭俊仁。多謝多謝。今晚咧，其實我係同阿 Pan，咁阿 Pan 咧，其實你冇睇佢人仔細細，原來佢係醫生嚟㗎。咁佢除咗靚女之外咧，其實佢唱歌好好聽，佢把聲好空靈㗎。所以我哋希望咧，今次咧係帶出比較空靈同埋咧鹹蛋戀愛嘅感覺。所以咧，希望你哋期待我哋版本啊，來自呢個孫楠同埋韓紅嘅一首《美麗的神話》，希望你哋期待啊！好咁啊，到時即係究竟有冇鹹戀愛感覺，聽晚就會知道啦。好，接住落嚟，今晚到你啦喎。我明天晚上要演唱的是甲乙丙丁和阿奇一起，因为我觉得阿奇的出现好像把我带回到了曾经很青春阳光年少的时候，然後呢跟他在一起非常的快樂，我們在一起擦出了一些不一樣的火花。希望大家能夠期待明天我們的演出，謝謝大家。好，大家一定會留意你同阿奇嘅合作嘅。好，接住落嚟啦，到子明。子瑩啊！我有新嘅嘗試，希望大家去期待下。咁咧，我哋會唱嘅歌係《誰明浪子心》啊！哇！緊張啊！我相信大家即近排睇到一啲預告片啊，同埋一啲news 嘅片咧，都已經知道啦，所以特別期待嘅。好，接住落嚟咧，有劉洋，大家好，我是刘洋。明天晚上我们跟真实唱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叫《那么害怕》。到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好朋友多多支持，謝謝大家。好，一定要多多支持嘅。好，接住落嚟啦，到以晨。Hello， 大家好，我係張以晨。我哋好期待今日嘅節目啦，即係聽日大家一定要睇喎。聽日咧，我會同最 sweet 嘅神叉一齊合唱。我寫了張卡片。好嘅，我哋要睇節目啦。呢個都係邊個係你嘅願望嚟嘅，能夠可以同神叉合作嚇。好，接住落嚟就到占士丁丁。大家好，我係占士丁丁。我是銷售部嘅話，tomorrow I'm singing with the Asta, and we're going to be singing a beautiful love song, Endless Love. Thank you. 好 ，Endless Love，我真係以為佢會講廣東話添喎。好，接住落嚟有黃爸。好，大家好，我係黃爸。聽晚咧，我哋同新夢嘅合唱咧，我係同 Felix 林志樂同學一齊唱嘅。我哋將會演出一首叫《來夜方長》嘅一首歌，係有啲音樂劇嘅感覺，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嘅。好，大家到時留意住啦！聽晚中年好聲音3我哋嘅10強之前有星夢嘅合唱賽事嘅。嗱，其實講咗咁耐啦，頭先我哋喺呢個見面會開頭時都講過，即係嚟緊5月11號嘅門票咧，真係一票難求㗎嘛！我相信你哋都冇飛啦，係咪先？我都冇嘅，真係唔好問我點樣可以即係得到啲門票咧？咁其實咧真係就要留意住以下落嚟我講嘅嘢啦。嗱，為咗答謝咧廣大觀眾啊對中年好聲音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 ，TVB 咧將會透過旗下6個唔同嘅平台免費送出中年好聲音3登峰之戰嘅入場券，觀眾可以透過第一個係 TVB.com， 跟住 C4C， 繼續 MyTV Super。TVB Everywhere 輪住買，以及東張西望6個唔同嘅平台咧參加遊戲，幸運兒就會有機會獲得咧中年好聲音3登峰之戰嘅入場券，一齊支持你同埋欣賞你哋心水嘅選手。呢個時候我哋俾大會影多張合照啦，大家記低呢張相去，影低呢張相去，因為我唔同平台都會咧係時不時呢個一齊睇。就會咧係玩遊戲咧就得到咧呢個門券嘅。
實每次即係都